来看嘉义市一间国小在2021年时发生校长亲像霸凌老师的事件，有一个细陈的代理老师自杀。今仔早起，代理教师工会出面指控讲，已经3档过去了。迄当时的嘉义市的教育处长甲细条的校长到达拢无受到任何的处罚，要求教育部应该要检讨无适任校长退场的机制。开个记者会嘛是共管美市政府、美家办、美家长会、美老师，伊只干嘛要针对主任安尼骂，大家拢爱做就好啊。因党内底声音是哪讲哪好，家家属讲学校都要崩盘，这是迄当阵的嘉义市教育处长林立生甲家属的对话。我为着一个监视器，都要换得这么大的代价，我真正我袂堪信啊！嘉义市的一间国华仔，在2021年发生校长强制伫教室内底按监视器，要监视特定的学生，后续发表不实的言论，将刑打像霸凌，提出一个姓陈的代理老师自杀的案件。检察院认定校长涉嫌滥用权力，甲学校甲嘉义市府提出纠正。不过，互家属痛心的是，林立生即马担做新北市教育处处长，迄那细条的校长即马是做嘉义市所谓学习办公室的执行秘书。其实案发的隔年5、6月就决定要再出来遴选校长。那其实，在对于嘉义市的基层老师们，其实他们都不认可。我觉得应该要从这件事情去探讨制度应该要怎么更优化。记者打电话去探问。林立生透过新竹教育处的同仁转述，这个案件由嘉义市府做统一的回答。也那民进党立委黄云指出，目前现有的法规对无适任的校长处理的方式无一定，教师法内底对无适任教师有改评、停评等等的规范。不过校长并无下用，无法度停评，敢来当暂调。因那伫国民教育法内底，虽然有袂当聘任各中各小的校长的规定。不过，因为高级重点教育法无同步修正，所以高中的校长也是会当倒去做老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